好，各位同工午安啊，係啦，我哋嘅網上簡介會咧就而家會開始嘅，係啦，我哋首先我自我介紹先啦，我係嚟自於基督教女青年會邱作榮中學嘅何浩霆老師，係啦，咁我係何 Sir 嚟嘅，負責呢一個優越杯九龍城區小學生 STEAM 飛行比賽2025嘅負責老師嚟嘅。係啦，你哋都可以喺學校啦打電話俾我，即係如果有任何查詢的話，都可以打電話俾我嘅。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呢個簡介會咧都會錄影咗佢嘅，可以俾一啲今日嚟唔到嘅同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重溫翻呢一個嘅網上簡介會啦，同埋所有嘅呢個 PowerPoint 啦，又或者其他嘅賽程賽規咧，都會喺呢個我哋學校嘅比賽網站入邊咧都會揾得到嘅。係啦，事不宜遲啦，我哋咧就睇一睇今日嗰個簡介會嘅流程先。係啦，呢個網上簡介會嘅內容咧，包括咗我哋會提及翻一啲重要日程啦，比賽對象啦，同埋個名額啦，大家都抽時間出席嘅原因，都係好想了解多少少成個比賽嘅背景啦，嗰個規則啦，同埋點樣報名咁樣嘅。咁最後會有個Q&A session 咁樣。開始簡介會之前咧，都俾大家睇一睇一個嘅宣傳短片先。會找到新的感覺，飛會找到新的觸覺，飛翔，折翼的一個前奏仍在播放，飛會解脫新的知覺，飛抱緊了心中希望光芒。好，係啦，呢個係我哋其實喺優越杯咧，其實呢個比賽咧係我哋今年優中咧第一年去舉辦嘅。咁我哋其實咧喺今年嘅10月左右咧，都喺校內咧都舉行咗一個嘅校內嘅一個即係俾中二級俾咗試玩咗呢個優越杯嘅比賽先嘅。咁所以啱啱呢條短片咧，其實係一啲我哋中二級一啲同學咧去以呢一個優越杯嘅比賽嘅賽規啦，同埋賽程咧，嚟去做一個嘅先導嘅一個比賽先嘅，係啦。都介紹翻我哋今年優中我哋舉行優越杯嘅原因啦。咁其實咧適逢我哋優中咧喺嚟緊咧下一年咧就會係55週年嘅校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打響頭炮咧就會係呢個優越杯 Fly with Hugh 九龍城區小學生 STEAM 飛行比賽2025作為一個慶祝校慶嘅一個活動嚟嘅。咁優中咧其實喺九龍城區咧都一直以嚟咧都係好希望咧可以推廣 STEAM 啦，推動 STEAM 教育咧喺唔同嘅無論喺中學又好啦，小學都好啦，我哋都好希望咧推動 STEAM 教育咁樣嘅。咁而我哋優中咧其實都係EITP 嘅學校入邊咧，其中8間入邊其中1間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着重咧，就係STEAM 教育啦，同埋資訊科技教育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咧就適逢55週年校慶啦，咁就舉辦呢一個優越杯 Fly with Hugh 咁樣嘅。係啦，大家各位同工咧都可以睇到喺個 PowerPoint 上面咧，亦關於成個優越杯呢個比賽嘅一啲一啲重要日程嘅。今日咧就會係呢個網上簡介會啦。如果去成功去報名參加比賽嘅隊伍啦，或者個人報名嘅同學咧，咁我哋嚟緊11月29號星期六咧，上晝9點半至12點半咧，就會嚟到優中咧，會有一個嘅訓練工作坊啦，同埋一個賽前嘅簡介會嘅。咁而我哋嘅比賽日咧，就會係喺今年嘅12月13號嘅星期六，咁12點至到4點半，我哋會進行晒所有比賽啦，同埋頒獎禮嘅。講一講成個優越杯嗰個嘅比賽背景先。其實咧，我哋正如啱啱喺個即係簡介入邊都提及到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可以透過比賽咧，係去喚醒一啲同學仔喺 STEAM 啦，包括科學科啦、技術啦、工程啦、藝術啦、數學啦等等唔同嘅元素入邊咧嘅一啲興趣嘅。咁亦都知道咧，就係小學科咧，小學嘅科學科咧，其實喺今年度咧都開始去落實啦，係啦。咁都入邊咧喺其中一個範疇咧，都係包括咗一啲嘅飛行啊、科學研究啦、工程設計啦，同埋航天科技咁樣嘅。咁所以咧，正正都係希望咧，係透過優越杯呢個比賽咧，係可以同小學嘅科學科咧有一啲連結咁樣嘅。咁而最重要咧就係點解我哋會舉行一個飛行相關嘅比賽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喺九龍城區。
咁其實九龍城區係即係作為有一個舊啟德機場啦，咁咧其實都係同航空業啊或者飛行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所以透過呢一個嘅優越杯咧，係希望可以令到同學咧可以體驗到呢一個創新同埋一個探索呢個飛行嘅一個嶄新嘅體驗嘅。咁啊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成個比賽咧係可以引導學生咧去探索多啲同飛行相關嘅一啲嘅原理啦，或者一啲嘅設計思維咁樣嘅。咁我哋咧喺成個比賽入邊咧都希望同學可以學習到一啲嘅空氣嘅動力學啦，aerodynamics 啦，亦都希望同學咧可以透過編程啊一啲工程嘅技巧咧係去設計出自己一個比較獨特啲。亦都係可以飛得遠啲嘅滑翔機嘅，咁而當中咧，亦都涉及咗一個創意思維啦、design thinking 啦，同埋一啲嘅數據分析，即係包括咗一啲數學嘅概念喺入邊嘅。咁講一講我哋嘅比賽對象同埋名額啦。咁我哋其實今次咧係希望咧係去針對九龍城區內嘅小六學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喺嗰個參賽名額上面咧都會有啲限制，係啦。因為我哋始終個賽程上面咧個時間咧都會有啲嘅限制啦。咁所以我哋咧喺個團隊組入邊咧，我哋會有35隊嘅名額嘅。咁個人組咧會有20名嘅。係啦，咁都提一提翻大家咧，就係每一個同學咧，唔可以同一時間參加團隊，亦都同一時間參加個人嘅，只可以二揀其一。咁至於團隊報名方面咧，咁每一隊團隊咧係需要由3至4個小六學生咧嚟去組成嘅，咁而且需要係同一間學校啦。咁咧並且咧會有一個領隊老師去帶領嘅，係啦。咁每間學校咧可以派出多過一隊嘅隊伍嘅，係啦，冇上限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有同工可能會問就係話，如果我一個老師帶幾隊同學得唔得？係可以嘅，係啦。咁呢度我純粹就係for一啲學校就可能係淨係帶一隊嘅啫，咁就必須有一個會有一個領隊老師去帶住你哋嘅小六同學嚟到參加比賽嘅。咁而個人的話咧，咁由於係個人啦，咁我哋都希望咧每一個同學咧會係為之一隊嘅，係啦。咁所以咧，喺成個個人組入邊咧，一位小六學生會組成一隊啦。咁而且都要需要有一個家長或者一個嘅老師咧去帶佢嚟到優中咧去進行一個比賽嘅。咁所以咧簡單嚟講，成個比賽會分開團隊賽啦，同埋個人賽嘅。咁各位同工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其實團隊賽嘅成績咧係唔會計算落去個人嘅。咁所以我哋係有2個組別咁樣去競賽嘅。咁簡單介紹一下成個比賽嘅即係嗰個目標啦。咁其實個任務咧就係希望團隊或者個人咧係可以設計或者同埋組裝一個屬於自己嘅滑翔機同埋一個彈射器嘅，係啦，即係分別有2個部分要要去設計咧同埋去組裝嘅。咁而個滑翔機咧需要由一個1米高嘅平台，利用自己設計嘅彈射器咧嚟去將個滑翔機咧係放到最遠嘅。係啦，咁簡單嚟講，最遠就為之贏啦。咁但係咧，由於我哋都想即係加多少少一啲同我哋九龍城區相關嘅主題咧，我哋今年度優越杯嘅主題咧係翱翔九龍城區。咁咧同學咧係可以咧喺自己嘅滑翔機上面咧去設計一下啦，或者去美化佢，希望咧係可以咧令到成個滑翔機咧係融入咗九龍城區一啲同航空相關啦，或者一啲地標相關嘅特色嘅。咁舉個例子，譬如話你見到喺呢個部分咧有一啲我哋中意嘅同學咧已經設計咗嘅。咁你見到有一啲嘅九龍城區區議會嘅標誌啦，又或者可能會有一啲嘅圖案咧，係代表住九龍城區嘅。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就因為我哋希望咧，就係同學咧係可以透過呢個嘅主題咧嚟去競逐呢個叫做最佳創意大獎，係啦。咁我轉頭會講多少少呢個呢個大獎嘅評審標準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希望咧，就喺成個滑翔機嘅部分咧，都會有啲技術嘅元素。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參賽隊伍啦，或者參賽嘅同學咧，都係要使用 micro:bit 編程咧嚟去控制個彈射器嘅，係啦。咁大家留意啦，我哋需要用 micro:bit 嘅，係啦。咁大家都可以望一望下，我哋喺成個初賽，即係我哋個試行賽入邊咧，其實都見到有一個micro:bit 嘅裝置喺呢度嘅。咁我哋都即係都試用過，其實係 work 嘅咁樣。咁當然我之後會講多少少，就係話有冇啲調整係可以做到咧。咁我轉頭再講多少少。咁
都希望隊伍咧係使用呢個 micro:bit 編程嚟去控制彈射器啦，咁去競逐呢個最佳技術大獎嘅。咁亦都即係有啲隊伍可能就話，可能未必話個個同學都即係喺 STEM 上面係即係喺 STEM 啊或者 STEAM 上面咧都咁出色喎。咁可能佢哋係比較即係文科少少啊，或者可能係比較表達上面會好少少嘅同學咧，咁我哋都今次咧都加咗一個新嘅部分咧，就係會有每一隊嘅隊伍或者個人參賽嘅隊伍咧，都會有一個3分鐘嘅口頭彙報嘅時間嘅。咁希望咧都可以透過呢個嘅口頭彙報啦，去俾評審咧去了解一下你哋成個滑翔機嘅設計啦，成個編程有咩特別之處啦，同埋咧喺成個製作嘅過程有冇啲咩特別嘅有趣嘅經歷啊，或者可能遇到嘅問題啊，點樣解決啊咁樣，咁咧都可以去競逐呢個叫做最佳彙報大獎嘅。咁啊，可以同大家講一講下成個滑翔機嘅規格啦。咁其實咧喺早前咧喺我哋嘅學校比賽網站入邊咧都擺放咗一個嘅賽程賽規嘅。咁詳細咧大家都可以去翻嗰個網站去睇一睇啦。咁呢度都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咧都同大家詳細講多少少。咁我哋成個滑翔機嘅規格咧係有一個尺寸嘅限制嘅。咁咧我哋個長咧就係不多於30cm， 係啦，咁啊呢度寫得好清楚，就係嗰個由個機頭去到個機尾嘅位置，係啦，咁啊不多於30cm 啦，咁啊機嗰個闊度啊，係啦，滑翔機嘅闊度咧，即係個翼展咧，就係不多於40cm 嘅，係啦，咁啊長同闊啦，咁而高度嚟講咧，係啦，大家可以望望左邊呢幅圖啦，高度咧就係不多於24cm 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係一個 A3 紙箱嘅大細。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參賽嘅隊伍啊，或者學校咧，其實都可以喺校內嘅時候咧，攞啲 A4 紙箱咧，放你個滑翔機落去。咁如果細過個 A4，sorry， 細過個 A3 紙箱的話咧，咁即係代表就合乎呢個嘅參賽嘅尺寸規格啦。咁但係咧，到時咧，我哋大會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會有一個量度器咧，嚟去喺比賽之前咧，會去量度一下究竟參賽嘅隊伍嘅滑翔機咧係咪符合呢個比賽嘅規定嘅。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以呢一個尺寸啦，A3 紙箱大細左右啦，咁啊大約細過去咧，咁就一定係符合呢一個嘅滑翔機嘅尺寸嘅。咁而喺重量或者形狀上面咧，其實我哋就冇任何限制嘅，即係簡單嚟講，越輕越好啦。或者可能每一隊隊伍咧，可能會有啲特別嘅設計嘅，咁你都要試一試你哋自己嗰個滑翔機嗰個 design 啦，係究竟係要重啲定輕啲？咁呢個咧就交俾每個隊伍咧去自己去思考一下啦。係啦，咁另外咧喺個滑翔機嘅裝飾上面咧，其實都係需要配合翻呢個奧翔九龍城區為一個嘅主題嘅。咁啊可以融入啲地標啦，九龍城區嘅地標啦，例如話啟德體育館啦，或者啲特色嘅地標。咁啊，譬如話可能係獅子山啦，或者可能係九龍城寨啦，各樣嘢都可以嘅。咁但係但係要留意一下啦。睇一睇究竟你嘅性能，即係究竟你嘅 decoration， 你嘅裝飾咧，會唔會影響咗成個飛機嘅性能啦？又或者如果你會有一啲嘅外展嘅裝飾的話咧，都需要咧係符合翻嗰個滑翔機嘅尺寸嘅，因為咧嗰個裝飾咧都計算落去個滑翔機入邊，滑翔機尺寸入邊嘅。咁啊，留意一樣嘢啦，我哋成個滑翔機咧係需要咧，即係唔可以有任何一啲額外嘅推動裝置，即係譬如話一啲嘅電動嘅風扇啦，或者電動嘅扇葉咧都唔可以裝落去嘅，因為我哋其實成個滑翔機咧係靠嗰個嘅橡筋去彈射出去咧嚟去滑行嘅，亦都唔可以咧裝任何嘅電池啦上去嘅。咁而且咧，由於我哋都希望咧，同學參加嘅隊伍咧係有原創性喺度啦，咁所以喺市場上面，例如話可能係即係內地一啲嘅即係網站啊，售賣一啲嘅模型嘅滑翔機咧，我哋都唔希望咧係喺呢一個都禁止喺呢一個比賽咧嚟去即係出現咁樣嘅，係啦，咁我哋都必須係要自制咁樣啦。咁至於彈射器嗰個規格方面咧，咁呢度都可以大家去望一望啦。咁咧，成個彈射器咧都係當然啦，係配合翻你哋每一隊嘅隊伍自己嗰個滑翔機究竟有啲咩特色咧，而且去配合翻一個自己相對應嘅彈射器嘅，係啦。咁我哋其實個尺寸咧都係一樣，一個 A3 紙箱嘅大細。咁啊長咧就係不多於42cm 啦，闊就不多於30cm。高就不多於24cm，係啦，都係相等於一個 A3 紙箱嘅大細。咁當然，如果你就話，我細過 A3 紙箱得唔得啊？都冇問題。咁咧，只需要咧符合翻，即係我諗每一個隊伍咧都會有一個相對應嘅彈射器同埋滑翔機咧嚟去配合，令到咧佢可以滑得更加遠嘅。
係啦。咁但係留意住啦，雖然咧你個彈射器係可以自己去自行去設計啦，咁但係咧我哋其中一個部分咧係必須嗰個動力咧係必須由個橡筋嚟去提供嘅。係啦，必須由橡筋提供嘅。咁所以正如我啱啱所講咧，就係話成個滑翔機嘅動力咧係嚟自於彈橡筋呢個來源嚟嘅。咁所以咧，喺成個彈射器入邊咧都需要有橡筋嘅元素嘅。係啦，咁究竟點樣整咧？到時我哋會喺嗰個賽前嘅工作坊咧，會教大家整一個 standardize 嘅，係啦，一個標準嘅一個彈射器，教大家去整啦。當然，每一個隊伍，譬如話，我有其他諗法喎，都冇問題嘅。係啦，但係都要留意翻，我哋有個橡筋嘅，必須有橡筋啦。咁而且啦，成個彈射器咧都必須要配合翻呢個 micro:bit 嘅編程嘅，係啦。咁簡單嚟講，成個彈射器我哋會有個 micro:bit 嘅 controller 啦，去撳一個掣就可以咧發射呢個滑翔機出去嘅。咁當然啦，成個 micro:bit 嘅編程咧，每間學校或者每個參賽隊伍咧都可以自行調整嘅，去控制呢個發射嘅速度啦，同埋角度都冇問題嘅。係啦，咁各位同工都留意住啦，就係成個 micro:bit 咧，我哋咧係學校咧係冇提供沒有提供任何嘅電源嘅，係啦，咁都希望咧每個參賽隊伍咧都需要自備一個外置電源盒，譬如話電池盒啦，或者充電寶或者尿袋咁樣嘅，係啦，咁到時就希望各位隊伍咧都可以自己自備一啲外置電源。咁點解要大家去帶自己嘅外置電源咧？就因為咧避免一啲嘅尷尬情況啊，就係因為我哋譬如話可能我哋學校提供嘅電咧未必夠力去推動你嗰個嘅彈射器嘅，係啦。咁避免呢啲咁尷尬嘅情況咧，咁我哋都希望咧每個參賽隊伍啊同埋學校咧能夠自己自備一個外置電源。咁希望你哋嗰個嘅彈射器同埋你嘅滑翔機咧係喺比賽當日咧係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表現咁樣嘅。另外咧都提一提大家，成個彈射器咧，我哋需要放喺一個1米高嘅平台上面。咁我轉頭會有幅圖會俾大家睇一睇1米高嘅平台，係啦。成個彈射會放喺一個1米高嘅平台上面啦。咁而咧嗰個彈射器咧會有一個橡筋嘅部分咧，去勾住呢個滑翔機嘅尾部嘅，係啦。大家可以望一望下呢個嘅示意圖啦。咁喺成個滑翔機嘅尾部咧，或者個後邊或者底部方面咧，會有一個勾咧係去纏住嗰個嘅橡筋嘅，係啦。咁佢同工就問：會唔會我唔喺個滑翔機個底喎，我喺個尾得唔得咧？冇問題嘅。但係咧需要同工啦或者參賽隊伍咧都留意一下，究竟嗰個嘅勾係咪可以令到嗰個橡筋咧係去 hold 住佢嘅？係啦。咁因為之前咧都有啲我哋校內賽入邊咧，都有啲同學仔咧就係冇整到個勾咧，咁而令到嗰個嘅滑翔機咧係發射嘅時候咧會歪咗嘅，係啦，咁而會影響咗嗰個分數。都提一提大家啦，成個彈射器咧係可以每個隊伍係可以自己自行去調整嗰個嘅速度啦，同埋嗰個投射嘅角度嘅，係啦。咁簡單嚟講，成個滑翔機啦，同埋成個彈射器咧，都俾咗好大嘅自由度咧，俾參賽隊伍咧去自行設計一個比較優良啲嘅一個設計咁樣嘅，係啦。希望令到大家咧係可以有多啲空間或者多啲想像空間咁樣嘅。係啦，至於1米高嘅高台上面咧，就大約呢個位置左右。咁你見到咧喺呢個位置咧，我哋擺咗個彈射器喺度啦。咁咧而個滑翔機咧就喺個彈射器呢個位置咧就去發出嚟嘅，就會射出嚟嘅。係啦，我哋會喺賽前嘅工作坊啦，同埋簡介會咧都會再 display 多一次咧嗰個1米高嘅平台會係點樣嘅。咁其實會喺我哋學校優中嘅禮堂嗰個嘅平台上面嘅。係啦，講一講下其他一啲飛行嘅規則啦，或者唔同嘅規則啦。簡單嚟講，其實我哋成個比賽咧就係鬥遠嘅，係啦。咁但係點樣為之一個即係嗰個飛機真係落咗地咧，或者成功即係叫做降落咗去地面咧？咁我哋有以下嘅定義嘅。簡單嚟講就係我哋任何即係滑翔機任何一個部分掂到個地下，咁我哋咧就為之佢嗰個嘅 landing point 係啦，為之佢一個降落嘅地點。係啦，咁我哋咧就會即刻做一個嘅距離嘅計算㗎啦，距離嘅量度㗎啦。咁又或者啦，喺飛行嘅途中咧撞到一啲其他物件，然後跌落地下的話咧，咁呢個嗰個跌落去地下嗰個部分咧，其實就亦都會計落去嗰個嘅飛行或者降落嘅地點嚟嘅。
OK，咁啊，又或者啦，可能咁啱有一啲嘅參賽者唔小心喺發射滑翔機嘅時候咧，掂到滑翔機，然後咧撞到個滑翔機咧，撞咗落去個地下嗰度咧，咁其實我哋都會計佢落去嗰個 landing point 上面嘅。又或者啦，最後呢個部分我諗會比較多隊伍咧係會有呢個問題嘅，就係進入咗其他飛行區。咁咩意思咧？咁大家可以望一望下呢個右下角呢個嘅平面圖啦，咁當日比賽咧，我哋會有兩個飛行區同一時間咧會進行比賽嘅，係啦。咁咧所有嘅發射器咧都會喺呢個部分咧，喺個平台部分咧就係向前咧喺個飛行區度飛出去咁樣嘅。咁咧而喺兩個飛行區中間咧，其實我哋會有一啲嘅partition，有一啲嘅網咧去隔開兩個飛行區嘅。咁如果其中一個隊伍本來係應該喺飛行區1號飛行區飛嘅話咧，而咁啱飛咗出去2號飛行區的話咧，咁我哋最多咧係會計到呢一個直線距離嘅啫，係啦，大約會係計落去呢一個角落頭，係啦，呢個部分嘅啫，係啦，咁我哋就唔可以計算落去2號飛行區剩低嘅距離啦。OK，咁所以咧，所有參賽嘅隊伍啦，或者啲同學仔咧，都要留意翻咧，就係你哋嘅設計嗰個彈射器啦，同埋滑翔機咧，希望以一個直線距離嚟去作為一個嘅滑行嘅，咁啊都唔希望咧就係飛下咧就飛去隔離區，咁我哋最多咧都會計到去一個即係喺個 partition 個部分嘅啫，咁就唔可以計埋落去其他滑行嘅長度啦或者距離啦。咁樣至於計算成個飛行距離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係由嗰個彈射器嘅開始啦，即係大約係呢個位置啦，喺個高台喺個平台嘅嗰個尾端個位置啦。咁然後咧就係去到呢一個降落位置嘅。咁有同工咧就會話，嗰個機身長度計唔計咧？我哋都計嘅。舉個例子，譬如望一望下啦，譬如話啦，我哋喺呢個幅圖入邊咧，見到嗰個機頭嘅位置咧係向出嘅。咁但係可能喺飛行嘅過程或者滑行嘅過程入邊咧，佢有個360度打咗個關斗喎，咁啊變咗做機尾落地先。咁啊反而咧而家就機尾向咗前啦。咁咧我哋究竟計唔計機尾咧？咁我哋係計嘅，我哋計算機尾嘅。係啦，咁正如譬如話，好似舉個例子，呢一個同學咁樣啦，呢個嘅滑翔機咁樣咧，佢係個機翼位置咧係向住前方嘅。咁我哋喺計算成個飛行距離嘅時候咧，會係將成個飛機嘅最長嘅部分，係啦，最盡嗰個部分咧，亦都計算落去嗰個飛行距離入邊嘅。係啦，咁所以咧，同工啊或者參賽隊伍咧都唔需要擔心，就係話，我打咗關斗喎，得唔得咧？咁冇問題嘅，係啦，我哋會計算翻成個機身啦或者機翼嘅長度咁樣嘅。咁而各位同工都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成個彈射器咧必須喺嗰個飛行喺個彈射器上面起飛嘅，唔可以人手去推進咁樣嘅，係啦。而且咧喺飛行過程咧都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保持一個完整狀態，即係唔好即係發射咗出去嘅時候咧，就成個飛機咧或者成個滑翔機咧喺空中解體咗咁樣嘅，咁希望咧喺落地嘅時候咧都可以有一個完整嘅狀態咁樣啦。好，咁啊講一講少少規則啦。咁啊其實我哋咧成個我哋有35個35組嘅團隊伍啦，有20個個人嘅名額嘅。咁其實我哋咧都會分開咗每一組咧 total 會有6組嘅，咁啊每一組入邊咧，我哋會有7隊隊伍咧，會去輪流發射你嗰個嘅滑翔機嘅。咁而喺每一組嘅每一隊咧，我哋會有2輪嘅比賽機會。OK， 有2輪比賽機會。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我係屬於 A 組喎，咁我哋係有2次嘅比賽機會嘅，有2輪比賽機會，包括就係呢度第一輪啦，同埋第2輪嘅比賽。OK，咁而喺每一輪咧，都會有2次發射機會嘅，係啦，每一輪咧都會有2次發射機會嘅，係啦，咁啊，我哋會一次過咧係俾呢個參賽隊伍咧嚟去一次過發射晒2次嘅發射機會嘅。咁但係咧，各位參賽隊伍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喺每次發射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有時間限制，就係1分鐘。咁如果參賽隊伍咧唔可以喺1分鐘限時1分鐘內咧發射你個滑翔機，或者可能喺你嗰個嘅彈射器 microbit 上面有啲嘅技術問題嘅話咧，而又發射唔到的話咧，咁我哋咧係視為0米嘅，係啦，因為我哋都想公平咧，唔想即係成個賽程咧會有延誤啊，咁所以都希望咧各位同工咧或者各位參賽隊伍咧都係喺限時之內1分鐘內完成第一次嘅發射。咁如果發射唔到咧，咁啊就計為0米啦，然後就即刻係開始第2次嘅發射噶啦。咁有同工就可能問，如果我提早2分鐘內
我發射晒咯喎，可唔可以有第三次啊？咁公平原則之下咧，我哋係冇任何 extra 額外嘅機會嘅，係啦。咁所以咧，每一隊隊伍咧都會有兩輪嘅比賽啦，每一輪咧就會有兩次發射嘅機會嘅，咁所以 total 會有4次發射機會嘅。咁啊，呢個都啱啱提及咗啦。我哋每一輪每一次嘅比賽發射咧，都會喺個平台度發射出去嘅。咁咧，各位同工都要留意一下啦。你哋需要咧每一個隊伍咧都要安排一啲同學仔咧去負責去發射啦，而且咧去執翻架飛機翻嚟嘅。係啦，咁到時咧我哋會有啲嘅學生嘅大使咧會幫每一個隊伍咧去量度嗰個嘅即係滑行嘅距離啦，然後咧喺指示之下咧，我哋會叫翻參賽隊伍嘅同學咧去自己去執翻自己架嘅滑翔機啦，然後再重新咧去飛第二次嘅發射機會咁樣嘅，係啦。咁各位同工都需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我哋兩個飛行區咧係同一時間咧進行比賽嘅，咁到時咧我哋大會咧會有個 MC 咧會一齊咧發號施令，係一齊去計時啦，然後一齊去飛嘅，係啦，咁所以呢個部分咧大家咧都可以去即係到時我哋會喺賽前嘅簡介會咧都會再有一個更加詳細、更加長嘅詳細嘅匯報咁樣嘅。咁啊，關於一啲違規啊、取消資格啊各樣嘢咧，咁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咁每一個嘅滑翔機咧同埋彈射器咧，我哋會喺比賽之前咧都會有評審咧去驗證係咪符合成個比賽規格啦。唔可以超過一個 A3 紙箱嘅 size 啦。咁至於一啲違規，譬如話舉個例子啦，如果我哋同學嘅比賽嘅滑翔機嚟到超過咗規格喎，咁我哋就唔可以俾佢參賽嘅。又或者可能喺成個比賽過程咧，有啲隊伍咧唔遵守比賽安全規則嘅，譬如話咧擅自去跨過成個嘅滑翔區嘅話咧，咁我哋會有警告嘅。而喺第二次警告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取消嗰一場次嗰個資格嘅，因為都涉及一啲安全問題。咁有啲嚴重違規嘅，譬如話可能故意去整爛其他隊伍嘅滑翔機啦，又或者可能喺一個未經授權之下咧，即係有一啲嘅修改，譬如話我哋臨時間加多咗啲電池啊，或者一啲額外推動嘅動力嘅話咧，咁我哋如有發現咧，係會直接取消成個比賽資格嘅，係啦。咁各位同工同埋各位隊伍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當日咧，我哋雖然喺禮堂上面去進行比賽嘅，咁即係當時應該會係冬天啦，咁我哋未必會開冷氣嘅，咁但係咧都有機會會有啲微風啦，有機會影響咗一啲嘅環境因素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大會咧都會盡力去控制咧，去令到呢啲環境因素，譬如話啲風力啊、風阻啊各樣嘢咧，都會即係盡力去控制咁樣嘅。咁但係咧都希望大家可以體諒或者去明白咧，就係環境因素都好難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盡力去控制啦。咁而且所有決定咧都會係以大會為一個最終決定咁樣嘅。係啦，咁講一講成個優越杯嘅獎項啦。咁我哋成個獎項咧，係會分開團隊組同埋個人組嘅。咁團隊組同埋個人組咧，都會有呢6大獎項：冠亞季軍啦、最佳創意大獎、最佳技術大獎同埋最佳匯報大獎嘅。咁而喺團隊組方面咧，我哋會加設咗最踴躍學校參與大獎呢個部分嘅。係啦，咁可以睇睇一啲評審標準先。咁喺評審標準嚟講咧，冠亞季軍咧，我哋其實係計緊佢個最遠飛行距離嘅，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咧，每一個參賽隊伍咧會有4次嘅試飛啦，或者4次嘅飛行嘅，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咧會計佢計每一個隊伍最遠最佳嘅飛行距離嚟去計分嘅，係啦。簡單嚟講，我哋唔係做一個累積嘅分數，我哋係直接咧係攞 the best 係啦 the maximum distance 嘅，係攞最遠嗰個嚟去計分嘅。咁有同工就話，如果我咁多我同另外一隊隊伍咁啱都係飛到最遠啦，大家都可能係譬如話22米嘅，咁我哋點樣計咧？係啦，咁我哋咧如果有任何平局或者我哋有一個即係我哋叫 tie game 嘅情況嘅話咧，我哋會有第3次，即係我哋會有第3輪嘅比賽嘅，係咪第3輪比賽？咁但係假如果真係大家都好勁啊！嗰個滑翔機都好勁啊！再平手的話咧，咁我哋會有雙冠軍嘅，係啦，我哋會有雙冠軍嘅，係啦。咁所以咧都都希望大家可以即係運用自己嘅創意啦，同埋啲技巧咧去爭取呢個嘅冠亞季軍咁樣嘅。
至於最佳創意大獎咧，係正如啱啱所講，係一個美術上面啦，希望大家可以美化成個滑翔機啦，或者彈射器啦。咁我哋會睇一睇成個嘅係咪貼合成個主題啦，同埋成個美觀程度嘅，或者有冇啲技術一啲美勞嘅技術係善用咗落去嘅。係啦，咁我哋到時都會有啲評審咧，去按照呢兩個原則咧嚟去作一啲嘅評分。咁啊，第三個獎項啦，就係最佳技術大獎啦。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專業評審咧去評估咧，係嚟去評選咧最佳技術大獎嘅隊伍嘅。包括咗我哋會睇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滑翔機嗰個技術啦，究竟即係喺以 science 嘅角度嚟講，或者 physics 啊，或者成個動力學角度嚟講咧，究竟佢符唔符合一個即係好好嘅滑翔機應該要有嘅技術條件咧？而喺成個彈射器嘅功能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嘅角度調整啊，或者成個速度上面會有啲適時嘅調整咧？咁而最後啦，喺成個 micro:bit 嘅編程技巧上面，係啦，咁會唔會有啲好特別或者一啲好advanced 嘅 coding 可以表現到咧？咁樣我哋都會喺呢個技術大獎上面咧，都會做一個評分嘅。咁而最後啦，呢個最佳匯報大獎咧，就正如我啱啱所講，每一個隊伍咧都會有3分鐘嘅口頭匯報嘅。隊伍咧係可以自己咧預備，係去預先預備呢個 PowerPoint 咧嚟去做一個 presentation 嘅。咁我哋成個匯報嘅部分咧，我哋都會有啲專業評審啦，包括咗就係可能係美術大獎嘅評審啦，技術大獎嘅評審啦，同埋最後尾匯報大獎嘅評審咧，都會喺一個房入邊咧嚟去即係去評分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喺成個匯報嘅內容入邊咧，我哋佔嘅比重咧會比較着重喺解釋方面啦，譬如話究竟參賽隊伍可唔可以成功解釋到成個設計滑翔機嘅來源咧？彈射器嘅編程技巧咧，或者成個製作過程面對嘅問題啊，或者點樣去克服佢咧？咁我哋都希望着重喺呢4個方案嘅。而且啦，有冇啲特別嘅匯報技巧咧？譬如話可能係有啲好特別嘅 presentation 啦、PowerPoint 啊，各樣嘢啦，我哋都會係即係喺成個評審標準入邊嘅。咁啊，最後啦，團隊組入邊咧，我哋亦都會增設咗最踴躍學校參與大獎。簡單嚟講就係參與隊伍數量越多嘅學校咧，就會能夠攞到呢一個最踴躍參與學校大獎嘅，係啦。咁喺獎品方面咧，大家可能喺早前收到嗰份嘅賽程賽規上面，可能有一個位咧我打錯咗啊，係啦。咁咧喺所有參賽者咧，其實都可以咧喺參加呢個優越杯比賽之後咧，其實都會有呢個嘅參與證書啦，同埋有啲紀念品嘅。咁而所有得獎者，即係包括冠亞季軍啦、最佳美術大獎啦、最佳技術大獎啦、最佳匯報大獎嘅得獎隊伍咧，其實咧都可以會有額外一個3小時免費嘅飛行課程嘅，係啦。咁無論係團體組又好啦，個人組嘅同學咧，都可以會有呢個3小時嘅免費飛行課程嘅。咁我哋成個課程咧係會由一啲專業機師咧邀請咗啲專業機師嚟去任教，嚟去玩一啲可能譬如話飛行模擬器啦，介紹一啲更加多飛行嘅理論啦，成個航空業嘅生涯規劃啦，或者可能有機會睇下有冇機會啦，因為呢個部分我哋都有都同緊一啲機師去協商緊，究竟有冇機會帶啲同學出去機管局嗰度去參觀咧？咁我哋都希望協商緊嘅，係啦。咁但係暫時咧，我哋 confirm 咧就係呢3個部分會喺呢個飛行模擬課程入邊咧會係涉獵到嘅。咁所以咧簡單嚟講就係除咗獎杯啊、證書啊同埋紀念品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額外嘅飛行體驗課程咧係俾翻同學嘅。係啦，講到最後咧，關於呢個比賽嘅報名詳情啦，咁其實咧，應該喺好耐之前咧，喺10月20號咧，都已經係開始咗呢個報名期噶啦，咁啊，直到去到11月14號，咁啊，星期五嘅，係啦，下個星期五啦。咁團隊報名會點樣報名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咧 scan 呢個 QR code 啦，嚟去到呢個成個嘅我哋學校嘅比賽嘅網站啦。咁咧喺學校嘅比賽網站咧，成個網頁入邊咧，會有個部分咧寫住學校團體報名表 School Application Form 嘅。撳落去之後咧，其實你會喺成個 Drive 入邊咧係一個 OneDrive 嚟嘅，會有2個文件嘅，會有2份文件嘅，係啦。咁咧如果以學校團隊報名嘅學校嚟講咧，可以咧先咧去睇一睇呢一份嘅學校團體報名表，係啦。咁有啲同學有啲同工可能就係話，我學校咧可能想參加俾多啲同學參加喎，我哋會出4隊嘅。咁我哋咧都希望咧參加嘅學校咧可以提供翻學生嘅姓名啦、家長嘅姓名啦，同埋一啲家長聯絡電話啊，因為作一個緊急聯絡用途，咁啊可以打落去嘅。咁啊有同工就話嗰個報名表格唔夠長喎，
點算啊？你可以自己自行加落去嘅，係啦。咁啊，簡單嚟講就係先到先得啦，而且越多越好啦。咁而且咧喺成個報名 Excel 入邊咧，亦都要咧同工們咧都係有一個學校嘅校印啊，係啦，而且有校長簽名咧嚟去加落去呢一個嘅報名表入邊嘅。咁啊兩份報名名單咧就一拼過咧就可以 send 去呢一個 email 入邊，係啦，send 去呢一個 steam_info@sch.htyc.edu.hk。係啦，咁啊呢個部分啦，咁啊可以直接 send 呢個兩份嘅報名表格，呢個嘅團隊報名啦，同埋呢個嘅校印同埋校長簽署嘅表格咧，嚟去 send 去呢個 email 度。咁我哋咧會喺稍後時間咧會 confirm，會有同事咧 confirm 大家咧係咪成功報名咁樣嘅，同埋嗰個參賽隊伍嘅數量。咁啊都希望大家各位同工都留意啦。每個隊伍咧係可以有3至4個小六學生參加嘅。咁一個領隊老師，咁咧當然啦，譬如話一個老師帶幾隊學生係冇問題嘅，係啦。咁但係咧，譬如話我一隊隊伍就必須有一個領隊老師咧嚟去帶同學咧去參加比賽咁樣嘅。咁而個人報名方面咧，我哋咧都會係喺網上報名嘅，係啦。咁啊網上報名咧，亦都喺我哋個學校比賽網站入邊咧，都會有一個個人組嘅報名表嘅呢個部分。撳落去咧，其實係一個 Google Form，咁咧只需要跟翻呢個 Google Form 填寫翻相對應嘅內容咧，咁就可以報名呢個個人組嘅比賽嘅，係啦。咁啊，截至而家咧為止咧，都有唔少嘅團隊啦，同埋個人咧嚟已經報咗名去參加比賽嘅。咁由於名額有限啊，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即係聽完呢個簡介會之後咧，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咧快啲去報名啦，因為我哋先到先得嘅，名額先到先得嘅，係啦。咁我哋成功報名嘅隊伍咧，我哋會喺11月17號之前咧，會發送一個成功報名嘅通知，係會經過電郵咧，會發送呢個成功報名嘅通知。咁點解會咁樣做咧？就係因為我哋咧都要預翻一個參加11月29號，即係今個月月尾嘅賽前工作坊嘅人數咁樣嘅，係啦，我哋都要預定，即係我哋要預先即係收集有幾多個同學會嚟啦咁樣。咁我哋都會喺詳情嗰個工作坊嘅詳情咧，都會喺成個成功報名通知嘅電郵入邊咧，會去發送俾大家嘅，係啦。咁啊，講多少少成個嘅工作坊啦。我哋嚟緊咧，如果成功參加嘅隊伍咧，我哋會11月29咧會有個工作坊嘅。咁地點都會喺優中嘅禮堂啦。咁啊，上晝時間嘅9點半至到12點半。咁成個工作坊咧就會係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咧會教大家咧係點樣去設計成個滑翔機嘅，係啦。咁啊有啲參賽隊伍或者同學咧，可能話：我唔識喎，咁點算咧？唔緊要嘅，我哋會透過呢個工作坊去教大家一啲滑翔機嘅設計，滑翔機一啲基本概念啦，例如話升力啊、阻力啊，又或者係點樣去令佢機翼嘅設計點樣令佢滑得遠啲咧？咁我哋都喺個滑翔機工作坊上面提及到啦，亦都會有教大家點樣整一個簡單嘅發射器嘅，係啦，當然係一個好簡單嘅配備嘅發射器啦。咁當然如果同工啊或者比賽隊伍發覺好似好簡單喎，我想配合翻自己嘅滑翔機去做一個設計喎，都冇問題嘅，係啦。咁但係我哋純粹去提供一個比較基本配備嘅發射俾大家先，同埋一啲賽前嘅提點啦，同埋一啲簡介會咁樣嘅，係啦。好，咁啊去到最後咧，咁係我嘅今日呢個簡介咧就去到呢度先，係啦。咁睇下有冇同工咧對於成個優越杯啊、成個比賽啊或者成個流程咧有冇啲咩問題咁樣？咁我而家喺呢個部分咧去提出嘅。好，係啦，我諗可能同工而家一時三刻咧，未必諗到一啲嘅問題啦，或者可能都即係都需要啲時間去邀請啲同學仔啊，可能去參加比賽嘅，係啦，唔緊要嘅。咁呢個部分咧，就如果有任何疑問咧，其實都可以咧 send 電郵啦，係啦，大家都可以應該咧喺早前我哋優中咧都寄咗啲宣傳單張啊，同埋邀請信咧俾學校嘅，係啦，咁咧都可以睇翻嗰個電郵上面啦，sorry 個宣傳單張上面都有一個電郵啦，可以
用 email 形式去詢問啦，又或者可以直接打電話嚟我哋學校咧27117159聯絡我啦，何浩霆老師啦，或者另外一位負責同事林家燕老師都可以嘅，係啦。咁我哋其實所有嘅比賽內容咧，都會喺學校嘅比賽網頁咧已經刊登晒出嚟㗎啦。有任何更加更新嘅通知咧，我哋會喺校網去公佈嘅，係啦。咁所以咧，所有嘅最新 update 啊，或者各樣資料咧，都可以喺校網度揾到，係啦。咁所以就如果有任何疑問啊或者查詢咧，都可以親自打電話俾我啦，咁我會親自回覆咁樣嘅。好，咁啊如果冇任何問題的話咧，咁我哋今日咧成個嘅優越杯九龍城區小學生 STEAM 飛人比賽2025咧，咁我哋嘅網上簡介會咧就去到呢度先，係啦。咁我哋都重複一次啦，有任何問題咧可以聯絡我啦。咁而呢一個嘅簡介會咧嘅內容咧，亦都會放上我哋學校嘅網站啦，而且呢個 PowerPoint 都會放上去學校網站嘅。係啦，咁有問題都隨時聯絡我哋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勵下同學去參加啦。11月14號咧就會係截止報名嘅，咁啊名額先到先得，係啦。咁啊多謝各位抽空出席今日啦，今日嘅簡介會，咁啊再見啦。希望可以喺優中見到大家，再見。